你仲喺度搞清積碳啊，健哥？你咁樣做好容易拉缸㗎。點解你會咁認為嘅？網上個個都咁講㗎啦，合桃沙洗 engine 啊，好容易整到發動機瀨嘢㗎。其實合桃沙洗積碳咧，如果我哋嘅師傅咧係關咗個進氣門嘅情況之下去清洗嘅，咁樣嘅話，啲合桃沙係唔會入到去發動機入邊嘅。一般咧發生咗拉缸嘅情況咧，都係因為師傅操作失當導致嘅。咁有冇啲更加安全嘅方法咧？清洗積碳咧，無非一個就係用藥水洗啦，第二個就係用乾冰嚟清洗啦，第三個就係用合桃沙啦。其實咧用藥水洗嘅話咧，亦都會有人講話佢會腐蝕個計。咁如果係用乾冰嘅話咧，又話驚佢打花嗰啲壁。用合桃沙嚟講咧，係而家目前市面上面包括 Benz 同埋寶馬都係指定佢係最安全嘅，亦都係最唔傷車身嘅一種清積碳嘅方法之一。假如你嘅積碳真係過高嘅情況之下咧，如果你長時間唔理佢嘅話咧，分分鐘你可能要大修發動機。所以呢話咧，做一個合桃沙積碳或者做其他方式嘅積碳嘅話，都係非常之有效嘅，亦都有用嘅。清完之後咧，你架車會爽好多，亦都會有力好多。行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嘅油耗都會降低。